大家好，我是 Kiwi， 我是 Vernie， 分享收聽呢一輯客語新聞觀察。今日我哋講一條聽起來係合唱團嘅新聞，不過背後其實係台灣客家和國際尊嚴嘅問題。中央社在2026年6月24日報道，客家兒童合唱團參加世界合唱大會，團名係茫然不應改脫。原本嘅英文名係 National Taiwan Hakka Children's Choir， 也就是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。不過 WCM 官方網站6月22日時改做 China Taiwan Hakka Children's Choir， 連國名也對台灣改做 China Taiwan。客委會主委顧小輝開記者會講呢係中共介入施壓，客委會嚴正抗議。客委會要求主辦單位來加緊急名稱。那麼改轉來，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就開設參加。這件事情嘅重點唔單淨係一隻英文單詞嘅差別，團名代表這個團體嘅身份，也代表孩子企上國際舞台時，記得係對哪一隻地方來。也一個主辦單位做得認為真係壓力，甚至改脫參賽團體嘅名，這就唔係普通行政作業。也係對參與者嘅尊重，也係對文化主體性嘅尊重。顧小輝主委講，一個人有人格，國家有國格，唔做得本人踐踏老愛化。我聽到呢一句話，會想到客家音樂本來係悠遠嘅，係通商，係旋律，係語言嘅美。不過當悠遠嘅歌聲行到國際舞台，也會遇到當硬嘅政治現實。世界合唱大會每3年辦一擺，報道講佢係當級合唱盛事，和本人稱作合唱界嘅奧林匹克。所以呢唔係細細嘅活動，也唔係冇人看嘅角落。正因為舞台大，名稱就更加重要。CNA 報道也講，30年嘅時節 WSM 網站還係用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嘅名稱。到嚟6月22日，名稱突然本人改脫。也就顯示問題唔係一開始嘅填表錯誤。客委會講，國際合唱聯盟有歷史先前類型關係，也認為台灣唔應該受到唔公平對待。不過報道也提到，活動接受澳門政府補助，名稱應該係照澳門政府指示來做。也啲就本人看到，國際文化交流有時唔單淨係藝術交流，也會牽涉資源、主辦權勞政治壓力。對年輕人來講，呢件事也提醒人，語言文化哪會行出去，就要準備面對名稱、身份、和尊嚴嘅問題。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係民國1808年成立，後來由客家共同傳播基金會經營。也唔係一般嘅兒童社團，佢代表政府支持嘅客家語言、和音樂推廣，也代表台灣客家孩子嘅聲音。顧小輝主委也講，世界上唯一嘅客家兒童合唱團就在台灣。呢句話動有力量，因為佢講出客語教育、和音樂訓練結合嘅獨特性。當孩子用客語唱歌，佢哋唔單淨係表演，佢哋也在本世界聽到客家語言嘅音色。所以，那種人老了下份上陣嘅來年改名，人當然會問：做乜嘅愛改？到底有權利改？改了之後代表乜嘅意思？客委會呢擺嘅態度係名稱冇改進來就開設參加。我認為呢唔係侵蝕性嘅決定，係一種底線。因為有人為咗上台接受錯誤嘅名稱，該乜嘅世界很做得講設計有主題性。有時開設參加唔係放棄舞台，係保護下擺行上舞台嘅方式。對客家後生人來講，呢件事也唔好看做呢設計當然。今日係合唱團嘅名，明日也可能係語言嘅名、學校嘅名、喪事嘅名，甚至係人設計嘅名。名字那本人改脫，歷史就可能本人改寫。語言那本人壓帶，文化就可能慢慢本人困強。所以，人支持孩子繼續唱，也支持客委會要求更正名稱。歌聲做得溫柔，力唱唔是軟弱。客家音樂會行出去，唔係為咗本人重新命名，係為咗本世界聽到台灣客家嘅本名。呢一集就講到呢，感謝大家收聽。
下擺節目再見。